爸爸撐起成個家，日日為屋企奔波打拼，係一家人嘅依靠。嚟到父親節，首先想同天下所有爸爸講一聲辛苦晒。但其實爸爸唔只係負擔屋企開支，更加係屋企最重要嘅榜樣。油麻地港鐵早前有一段片段，睇完真係值得大家反思。當時列車已經響起嘟嘟嘟嘅關門警報，帶頭嘅爸爸心急衝入車廂，仲不停催促身邊妻女快啲跟上。媽媽同細路為咗追上佢，伸手頂實車門，拉住細路往前衝，跟住細路直接跌落地，差啲被門縫夾到，成個畫面睇到觸目驚心，危險十足。做爸爸除咗負起生活開支，更要以身作則，俾仔女學識分寸同責任。最後都再一次祝天下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，用好好嘅榜樣守護屋企每一個人。